剩返嗰一成，我就係做奧修設計嘅動態式靜心，做咗3個月度都搞掂埋。呢啲動態式靜心係有發洩情緒嘅效果，有釋放情緒嘅作用。佢可以抌咗你頭腦嘅垃圾，將嗰啲負面思想情緒拋棄、解除制約，係一個好好嘅情緒治療方法。所以我會建議，無論係我哋本人遇到災難、不幸事件，抑或我哋從新聞社交網站睇到好多災難嘅畫面報導，而引起嘅情緒問題，我哋都可以嘗試用靜心嘅方法去幫助自己，同埋可以睇一啲智者嘅洞見。我所講嘅智者係指現代開悟者嘅書或者影片，呢啲成道者嘅教導都係指向當下，都係來自宇宙智慧嘅芬芳。當我自己遇到一啲好難解決嘅情緒問題，我都係會用靜心嘅方法，又或者去睇一啲現代成道者嘅書或者影片去解決嘅。抑鬱、躁狂都係我哋放唔低過去，對於過去發生嘅事好執着、耿耿於懷。焦慮係我哋對於未來、對於未知有好多恐懼同擔憂，兩者都係抗拒當下、逃避當下嘅結果，亦都係長期壓抑情緒、累積情緒傷痛造成嘅情緒問題。情緒係需要疏導、感受，而唔係否定。所以要去化解呢啲情緒病嘅根本之道，就係活在當下，就係接受、容許當下本然如是，如其所是。我哋接受任何嘅念頭、情感存在，我哋同佢哋同在，我哋觀照同覺知佢。
接受眼前嘅實際狀況。愛上而家就係情緒病嘅末日。當你熱愛現實，熱愛真相，當你愛當下，愛上眼前呢個片刻，無論呢一刻升起嘅係任何嘅感官知覺、想法同感受，你都願意去擁抱佢、包容佢、看見佢，情緒病就冇辦法繼續存在。情緒係抗拒當下而造成，情緒係來自我哋過去嘅制約、過去冇意識嘅信念同埋過去創傷嘅記憶。我哋有一啲扭曲咗嘅想法、概念、傷口，而家有啲事情激發咗我哋過去嘅制約反應升起。當個情緒反應升起咗嘅時候，你就係要去接受佢、感受佢，唔可以否定佢，唔可以當佢係唔存在，唔可以當佢係幻覺啊、幻象啊，唔使理佢，佢係假嘅。佢的確係一股能量。咁喺下一條片呢，我會講下，可以創傷後遺症過來人嘅身份去講下點樣去克服創傷後遺症，然後再下一條片，我會講下從覺醒視覺、開悟視野，從神嘅角度，會係點樣睇人間嗰啲災難啊、戲碼？敬請期待，留意住我嘅 YouTube 頻道。多謝收看。